美国犹太公共委员会是美国犹太团体的主要政策中心，已决定谴责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他们的决定非常重要，因为犹太人公共理事会的决定通常是许多其他犹太人组织谈判的结果，并决定了美国犹太人活动的方向。根据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该委员会最近召开了为期2天的大会之后，宣布了这一决定。决议说，犹太人呼吁中国共产党结束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镇压，并停止压迫生活在其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根据该报告，该决议反映了犹太人对维吾尔人的日益支持，并且根据该决议，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敦促所有下属组织大声疾呼反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并与其他社会和团体合作，预防针对维吾尔人的暴力行为。美国马斯廷号驱逐舰对中方舰艇编队近距离侦察。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周四回应称，此举严重干扰中方演训活动。中国海军舰艇对美舰给予警告驱离。国防部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美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吴谦指出，美国现政府就职以来，美军舰在中国当面海域活动频次比去年同期增加逾20%，侦察机活动频次超40%。他并称，美方频繁派遣舰机扑中国周边海空域活动，推动地区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遵守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等规则，杜绝再次发生类似危险事件。当地时间29日下午，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虽然双方当日已达成停火协议，但交火仍在持续，已造成6人死亡，超100人受伤。据报道，吉塔两国边防局此前表示，28日吉塔边境巴特肯地区发生冲突，起因是塔方人员试图在电线杆上安装摄像头，吉方人员表示反对，并开始锯电线杆。随后双方互整石块。28日夜，冲突升级，双方互相开枪射击。在29日的冲突中，及边防支队一处哨所遭到塔方炮击炮炮击后起火。塔吉克斯坦边防部队和隶属于塔内部的特种部队向其发起武装攻击，动用了包括迫击炮和各类枪击在内的武器。当天正在俄罗斯参加欧亚经济联盟政府间委员会会议的吉总理马里波夫和塔总理拉苏尔佐达在卡山举行紧急会晤，双方均表示将通过谈判解决边境冲突。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周四表示，中国部分城市检测到有印度变异毒株。他强调，虽然现在中国疫情总体形势是好的，没有本地传播疫情，但国际形势非常严峻，外防输入压力更大，公众不要掉以轻心。另外，对于中国是否会因印度疫情调整常态化疫情防控策略，吴尊友说，常态化防控策略是中国从新冠流行以来确定的基本防控策略，也是中国保持良好的疫情形势的关键。所以5一期间、5一以后还会继续坚持常态化防控的各项措施。据中国官方发布，28日新增2019冠状病毒疾病确诊病例20例，全为境外引入，其中浙江就有11例，中有10例来自印度。美国情报界最资深的人士周四对议员说，中国领导人将自己的国家视为崛起的力量，而美国却在衰落。北京政府担心两国在交流时的潜在摩擦在全球着实顺序中排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说，他们越来越把它视为零和游戏。
中国认为美国正在努力遏制中国的崛起，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角度来看，这再次反驳了他们认为是我们的影响力和我们在这领域的努力。包括民主党人和共和党在内的小组成员在短期和长期内都想到了美国面临的几乎令人眼花缭乱的威胁。海恩斯说，中国对战争不感兴趣，但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轨迹在彼此之间越过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